今仔同款伫咧高雄的寿山动物园，不时拢有狗会去抢咱人食的物件。最近有民众发现讲，动物园的保全为着要赶狗，竟然是举长枪出来巡逻。动物园表示，即马已经拢甲换做底枪，只有紧急状况的时阵才会使用。将食物、饮料收进包包内，避免猴群抢食。 来到寿山动物园，常常有狗四界走，园区不时卖广播，爱将物件收好势，避免造成游客甲狗的冲突。最近有民众发现，动物园保全为着要赶狗，巡逻的时阵会载一支1公尺长的枪，着家长的烦恼。动物园拢是囡仔，安尼行为敢有妥当？那是园方因即马执行之后，发现成效真正袂歹。那呢，我是感觉在安全的许可之内，其实是可以的。那个枪，可能大人要好好的跟小孩解释清楚。对，那个是他在保护猴子，跟我们那个不是不好的示范。 寿山动物园表示讲，园区逐天有2位保全的巡逻，保全炸长枪是属于个人的行为，目前已经请因拢换做底枪，而且枪支是塑胶的，袂伤到狗。平常时若无用到，会收伫骹绑，万不如拄到狗甲人抢物件，才会使用底枪甲狗吓惊。真正做大范围的吼，也是讲做激烈的咧，侵扰到咱的游客的时阵，啊游客有反应，也是讲有危险的时阵，啊因才会使用这个工具来做赶狗的这个动作。因为寿山动物园逐天拢会发生狗抢食的事件，今年初动物园甲原底是半室外的餐厅围起来，互游客会当安心用餐。园区除了保全巡逻，嘛会用广播来提醒游客莫手提食物甲饮料，避免受伤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